10個好似好有進度，但係其實係假進度嘅創業行為。第一個，買網站，買咗 domain，我哋會以為自己正式創業，但係有網址唔代表有人願意俾錢。第二個係設計品牌 logo 令到品牌更完整，但係真正嘅品牌係客戶對你嘅印象，唔係一個圖案。第三個係設計頁面，好多人花好多時間調整網站顏色排版，但係頁面再靚，如果冇轉換咧，都係冇用嘅。第四個，參加人脈活動，識好多人未必等於識好多客戶，重要嘅係你有冇清楚講出自己解決咩問題。第五，參加創業比賽，贏得掌聲，贏得獎項，好有滿足感，但係市場唔會因為你有獎就俾錢你。第六個，尋找投資者，好多人未有客戶就開始準備咧嗰個 pitching 啦，跟住去揾投資者，但係冇市場驗證，通常唔可以證明到呢個生意係值得投資嘅。第七個，睇創業書，閱讀可以增加知識，但係唔會為你帶嚟結果。好多時候你唔係缺少資訊，你係缺少行動。第八，儲存 YouTube 教學，收藏影片會令到你覺得自己學習緊，但係冇真正執行咧，收藏再多嘅影片都冇用。第九，訂閱大量嘅 AI 工具可以提升效率，但係唔可以取代商業模式。訂閱越多唔代表收入越高。第十個，寫商業計劃，如果你未賣過真正嘅產品，未出去市場嘅話咧，計劃只係推測。留言10，我為你分享3個真正重要有用嘅創業行為。